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2页，解说甲正文第22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8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8节。就是解说甲心平和乐持戒，即嘛应该呢，要来煞来解说下面。下面就是行德何用修禅，因则亲仰父母，义则上下相邻，谦则准备和睦，忍则障恶无宣。若令赞莫出口，依年定生红莲。苦苦的是良药，言语必是忠言。改过必成智慧，何短心内慧现。日用相行教育，成道非有时前。菩提指向心密。何乐向外求现？听说以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，即嘛应该呢，要来解说这道理。这就是为此事来请教慧能大师，就是讲在家修也到底是变怎样修啊？迄当时阵，慧能大师就甲伊讲。讲我呢有一个无相相，也依照这个无相相来去修啊。等于呢，定来甲我做伙共款。这意思啊，就是讲你若是依照无相相来去修呢，就是依道相应。假如若是无依照无相相来修呢，根本啊就袂当甲佛道相应。所以无相相的头一句则讲心平和乐持戒，就是讲心若是平，就无需要搁再来劳心劳力来持戒。那事实上，既然心一旦平，就已经持戒了。咱必须要了解讲，心既然平，就是持戒。所以就讲做心平和乐持戒，毋通以为讲心若平就好啊，也都毋免持戒。那呢讲法呢，这就是错误。因为心平的本身呢，就是有修持戒法。下面讲行德何用修禅？这个行德呢，就是讲行为啊，真正率德。或者是讲伊的内心的心性呢，真正正德，名叫做行德。讲既然若是行德，何用修禅？就无需要来修禅的意思。在《大智度论》啊，有在讲一切禅定呢，就是为着修炼咱众生的妄心。所以呢，拢名叫做三摩提。三摩提来解翻译咱中国意思，名叫做静心行处。静心行处就是讲咱的心真端正，咱的心的迄个作用，拢是真正端正，也就是所想的啊，拢是真正。端正符合佛法，袂想遐弯弯翘翘的代志，这就是叫做正心行处。咱众生啊，从无始劫以来，这个心呢，拢是弯弯翘翘，根本呢无端正。刚就讲，若是当好得到这个正心行处啊。
这个心呢，就会当好来端正，会当好来正直。摕一个譬如，讲像讲迄个蛇，若是平常时蛇行路呢，拢是弯来弯去，弯弯翘翘啦。加上若是会当好将这个蛇家己迄个竹竿内底，安尼互伊对迄个竹竿安尼软出去，当然有一个竹竿甲压掉咧，安尼就是直咯。这是咧譬如啥物？譬如戒心，就是讲咱的心呢，爱甲控制。本来是一个弯弯翘翘的心呢，爱甲控制，变成是一种的正直的心。那如何来控制这个心，使会当好来正直呢？当然就是爱修禅定。在《维摩诘经》佛道品安尼直直讲直心是菩萨的道场，就是讲直心真正率直的心，这就是菩萨的道场。道场就是讲修道之场，就是讲迄个心直迄个所在，就是菩萨的迄个修行的道场。咱要过一个叫做直心是道场，无加菩萨这两字。事实上，意思拢是共款啦，就是讲咱要学修行的人，心呢一定爱非常直。心假如若是无直呢，就无法度好来修行。咱必须了解，唯有见性的人，才会当好无妄念；无妄念的人，才会当好来直心。所以，禅啦，伊当好来做见本性，叫做讲做定啦。就是讲无生起妄念，也会当好安住安住在咱本性上，那这都是名叫做讲做禅定咯。那安尼咱就可以了解啦。咱要来修禅定，就是爱静心行处，心直行直。所以，假如咱若是有行直迄个所在，咱呢就是有坐禅啦，就是有修禅。所以，只要你若是行直呢，就无需要搁再来修禅。在这个所在所讲的意义，咱即马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去来说明。咱一个人因为身躯有毛病，所以就爱去看医生，爱去食药啊。那假如讲你身躯若是无毛病，根本呢就无需要搁再看医生，搁再食药啊。伫遮所讲的心平何如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禅，拢是甲一共款的意思。拄则有讲起直心是道场。所以在禅宗的道场中，你一旦入去禅堂，就是尽量无要互你有心的妄想分别，无要互你有意识的分别，因为意识的分别，这是修行的大障碍。在唯识讲起来，咱一个学佛修行，必须爱转识成智。识是一种的妄念的分别，智慧呢，就是有迄个照料的作用。用唯识家讲起来，必须转八识成四谛，因为八识的作用就是咱凡夫，一旦好转为四谛呢，就变成圣人，一旦好证到台湾经典。就是当来成就佛道，所以在唯识家也是叫咱唔通用意识妄想，爱将这个分别的妄心呢转为智慧照料。在《楞严经》内底，在修行方面呢，也是教咱来下识用根，下妄识用根性。根性虽然是有个作用，
但是是一种的无分别的作用。所以咱伫咧学习修行的人，毋是讲伊真聪明，安尼就是讲学习的成功。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啊，若是讲对于一般世间的学问讲起来，伊的学问程度足低，但六祖慧能大师呢，伊的心呢就是真正率直，因此呢，伊会当来了悟至高无上的顿法。甲人若是一个细致变聪的人，看起来好像讲是真正聪明，但是这个聪明的人未必然呢会当好来体悟佛法。咱可以以现代的一个学者起来作为事实的证明。在咱近代啊，有一个闻名全世界学者，就是乌色博士。这个乌色博士，伊所摕到迄个博士含真济，可以讲伊是非常的聪明。这在咱佛教讲，伊是聪明啦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的细致变聪。因为细致变聪，所以意识分别心特别强。无论碰到什么款的代志，拢用过伊的意识分别心去甲伊分别。对于佛法，你要用过意识分别心去甲伊分别呢，那就是相差108000里。这位乌色博士呢，伊袂当了解这个道理。对于禅宗，原来也是参像伊伫咧做其他学问共款啦，用过伊的意识分别心去甲伊分别，用过什么逻辑的方法来去研究禅宗。所以经过研究结果呢，讲这个禅宗的公案啊，实在是毋对啦，就是讲乱讲一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禅宗的公案，学者来问禅师，禅师呢答非所问。乌色博士伊无了解其中意义是啥物，只是用过一般世间的常识来去甲伊分析，来甲伊判断，讲你根本是错误啊，答非所问嘛。等于讲是徒弟问师傅的，师傅呢无甲伊做正面的答复，毋知甲答复对去啊。比如讲，学人伫咧问禅师，讲如何是西来意啊？迄个禅师讲，哎，咱你去食茶，去遐休困去啉茶。或者是问伊讲如何是佛法呢？伊甲讲，哇，即回咱迄大殿的面头前，一张迄个树啊，迄个纸呢，结真济啊！安尼甲伊讲，变成讲一种的答非所问。所以对这个答非所问，那毋是用个智慧来去甲伊启悟呢，根本袂当了解讲所讲是什么款的意思。所以伫心是道场，无用过意识分别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毋过咱现在世人所受的教育愈来愈悬，若是约一般讲起来，就是讲伊的知识呢就愈丰富。因为知识愈丰富，所以自己呢就较够想东想西，也会想到去分别。最严重问题就是讲，作为师长的人，你甲伊讲一句话，甲伊教一项代志，伊搁再甲伊想看讲，对啊毋对？这毋对咧，我无使甲接受啊。安尼呢，就变成一种学佛的障碍，学佛的阻碍。所以有学问、有知识，会晓分辨世间的这事物，未必然就是当来启悟佛法。照过去的这祖师大德，拢是以直心来去修行，直心呢就是这个修行的道场。所以只要你的行那些道德啦，就好用参详。即句讲，在你的心行、你的心行正伫迄个所在，禅就是伫遐，已经就是有禅的功夫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咱毋通甲伊误会讲，行若得
就免去参详。那安尼解说呢，就完全错误了。迄边讲因即好用父母，就是讲假如咱若是以后要来报因呐，就是爱好用父母。所以叫做好用父母呢，就是尽好道来供养父母意思。好义，伊的定义呢，可以讲是包含真宽。有人伫咧讲好者顺义啊，顺就是顺啥，就是讲顺父母心。父母伊的心安怎样啊想，咱拢顺利，无去记去，这名叫做讲好。这个人是无毋对啊，毋过问题来了，假如讲咱的父母伊无受到教养，父母有一寡毋好的迄个习惯。有一寡某行为，也咱若顺利，安尼是毋是有效咧？佮讲一较白话，假如讲，咱的父亲平常时会做菜共偷摕物件，咱若顺利讲，你去偷摕物件好，我来去偷摕，安尼是毋是有效？安尼毋是有效。所以这个顺者孝呀，这句话虽然是无对，但是应该怎样顺法？当然呢，我们爱有所选择。这呢，在儒家内底也是有所说明，就是讲，咱认为讲这有毋对的，应该呢，就是爱对父母啊提出意见，表达咱的意见。但是表达咱的意见，迄当时阵父母伊若无要接受咱呢也袂使哩去受气，袂使以这受气的面呢来去对待咱的父母，就是在儒家名著啦、论语内底所有的道理。那以这咱佛教讲起来，这个因即好用父母，这个好，毋是讲单单世间物质的好，应该就是讲以这个佛法来去改行好。所以咱佛教的孝道观啦，甲世俗的孝道观呢，完全不同。在这个所在，无妨呢，摕咱佛教的孝道观出来，互咱各位做参考。佛教的孝道观，第一就是讲，咱要对行孝，爱思维会当好来远离生死，会当得到解脱，这才是算讲行孝。咱看目犍连尊者，伊知伊的表亲在五鬼道中。伊本身呢要甲送饭回食，但是饭呢到伊的老母的手里变成火炭，袂食哩。迄当阵目犍连尊者非常的伤心啦，转来呢哭了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就教伊讲：你在7月15，大家出家人结下自主迄个时阵，那你呢就供养这出家人，以这个功德来超度你表亲。伊照来做，使伊表亲解脱五鬼痛苦，这是咱佛教的孝道观的第一，也就是孝的行为第一种。所以莲池大师的七必教内底就安尼讲因重山丘，就是讲父母的因重呢，敢像迄山共款。讲五顶三星未足寿。就是讲父母去世啦，你用过迄个五顶的三星礼来去来拜，安尼无法度来报答父母因。要安怎才会当报答父母因呢？就是亲德立定果，自度方成就。就是讲使父母亲会当好来离开着烦恼生死，做囝人的孝道，才会当好成就。安尼这是实实在在行孝。这款的孝道观，甲目犍连尊者呢同款。那进一步，地藏菩萨的孝道观，又搁在较积极啦。地藏菩萨在地藏经内底有记载，3遍啦，拢是作为女将，公婆女啦、婆罗门女等。知影讲伊的母亲呢，对在地狱内底。为着要来救度母亲呐，
就发愿要来度尽一切众生。这款的孝道观就是讲行菩萨道度一切众生，安尼呢就是对父母的行孝。安尼咱就会了解咯。咱就伫学佛修行的人，如何才是对父母有效呢？第一就是讲咱自己修行，将咱修行功德来加比师表亲、师父表亲的道理可得咯。这就是行孝。第二就是讲咱发心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以咱行菩萨道这个功德力来加比咱的父母、师父母的当得到解脱，那这就是行孝。这才是真行孝。伫遮慧能大师就在讲，因呢就是爱亲养父母，或者是孝养父母，就是讲对于父母呢，咱亲来去甲孝养，安尼才算讲是有因，报答亲因啦。但是这个孝养的方法我拄则讲了啦，但是咱佛教讲起来，毋是单单是属于物质上的行孝。乃是在这个精神上的行孝。下面讲义节上下相邻，讲若是讲起这个义呢，就是上下相邻。这个上下相邻的意思，就是讲上下相对下呢，会当好互相怜悯。这个互相怜悯的意思呢，就是讲爱来帮伊的种种的灾难痛苦，安尼才算讲有义啦。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个义，应当名叫做道义。这个道义大部分就是在平辈的人，伊有啥物款的痛苦，咱该斗帮忙。有一天咱有啥物款的问题，伊嘛当来甲咱协助，就是讲互相帮忙。也这个无上上者，就在讲心平好乐持戒，行德好用修善。为什么无讲持戒讲做心平呢？那这就是讲心若平，自然就迄个戒。这个意思我都已经讲了了。也无讲修善，就在讲做行德。这就是讲行德啦，自然啦，就是一个修善的人。从这所在，咱就可以了解，咱学佛修行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教咱学佛修行呢，就是在这个所在，就是讲从根本来。搁再讲因节孝养父母，义节上下相邻。凡是若会晓要来行孝，安尼这个人就是有仁啦。假如讲若是一个有仁罪的人，当然啦，无迄个讲对父母无行孝。也若会晓要来互相来怜悯，这个人也都是有义啦。无迄个讲是一个有义的人，也袂去怜悯人。这呢，就是咱佛法修行的根本。假如讲你有持戒无毋对，但是你心呢袂当平定；你有修善无毋对，但是你的行呢袂当好正直。或者是讲对自己的父母尚且呢，都袂晓讲如何来去甲行孝。上下呢也袂晓讲来甲怜悯，安尼就失去了咱修行的根本。那既然是安尼，你得讲，我就是依法来修行，会当来得到明心见性。我相信在咱世间上呢是无这款的道理。所以讲到这个所在，咱必须要了解就是。持戒，这是咱修行的根本无毋对。但是持戒必须咱心爱平定。像讲《法华经》内底上不轻菩萨品，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有一遍
做的一个上不轻菩萨。伊看到人就讲拜讲，恁的身躯我毋敢轻慢你。安尼呢，伊即款的平等观啊，一切该拢饲啦。安讲一切该拢饲啦。伊有即款的想法，当然伊就袂在众生的身上来行罪恶。伊会当好在众生的身上来修善，佫会当发心来度众生。所以一个平等观就会当好来断恶修善度众生，安尼岂毋是一个持戒的人呢？所以心平何如持戒，行德何用修善？应该体会讲，心平迄个所在，就是已经记住了戒法。行伫迄个所在呢，就是记住了禅定的功夫。同时，爱会晓来孝养父母，才是报答亲人的人。但是，这个孝养必须以佛教的方法来孝养。对于上下会当互相怜悯，才算讲是一个有道义的人。也就是必须会晓来互相体恤，安才算讲有行着仁义。注意，先生听讲，咱今日节目时间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